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會裝修師嚟到馬鞍山嘅錦駿苑。呢個單位面積大係410尺，屋主構成係2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係呢個簡約嘅路線，我哋希望有一種簡約同埋企理嘅感覺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蘇格本公司嘅居屋基本裝修好參加式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廁所嘅地磚、瓷磚更換，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鏡、櫃浴屏。仲有包括全屋嘅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全屋嘅油漆、房間嘅房門同埋玻璃趟門等等，合共係179000蚊連工包料費。我哋仲有冇其他附加費用以成為本嘅？首先介紹廚房嘅位置，我哋保留咗原有嘅地磚、瓷磚同埋廚房門嘅。下面嘅櫥櫃選用咗淺木紋嘅顏色，而右手邊留咗放焗爐嘅空間。上方嘅櫥櫃同樣都係選用咗淺啡木紋嘅顏色嘅。中間嘅位置配搭咗淺灰色嘅石英石面，同時間中間嘅瓷磚呢，我哋都黐咗2塊不鏽鋼板，可以容易打理同埋清潔嘅。嚟到廁所門方面，我哋採用咗白色嘅巴士門。廁所嘅設計選用咗現代簡約風，咁我哋主要都係用咗灰色嘅顏色嚟做主調。淋浴空間方面，採用咗 L 型嘅玻璃浴屏。浴屏隔離嘅位置做咗一個鏡櫃，而下方嘅位置留有咗放洗衣機嘅空間。嚟到第一間房間嘅空間，呢度都可以放一張4尺床同埋一個大衣櫃嘅。第二間房間呢，我哋採用咗黑色嘅玻璃趟門。入邊嘅空間可以放一張4尺床、一個大衣櫃同埋一張書台。第一間房間採用咗白色嘅掩門。整體客廳同埋房間呢，我哋都採用咗深啡木紋嘅地磚，配搭咗白色嘅油漆，睇起上嚟簡約又時尚，同埋可以令到屋主容易啲配搭自行購買嘅家私。